请问他的症结点射光真理在哪里？那三尊佛像嘛，是不是找问题点了？可是他的缘分很深，因为他是传统佛座叫上中下，我们看过那种上中下的佛座，上桌、中桌、下桌。后学跟他讲说，不简单啊，那三尊放中间嘛，上面放弥勒祖师嘛，我们是不是我们讲理气象嘛，是不是三个层级出来，然后下桌就放什么？后学他跟他讲哦，说你确定？后学说原则上是不确定啊，这个要请示过经理，但是后学相信我们经理是慈悲的。然后后学他还是很乐观说，我在考虑啊，你不要那么早，几年后再说。他又补了几年后再，我是讲时间了，后学就补了一句话说，对了，几年后再说，但是后学有个日子非常好，听说这个一年内没有几个好日子啊。后学就讲日子嘛，后学跟他讲日子，因为那一天是后学特别看的，听说那一天如果安的话诸事大吉。然后五谷丰收开始讲多赞啊，那一天日子好到就是婚丧喜庆什么，只要那一天办完就是怎么样讲。他说真的吗？而且这一天不多没几天了，过年前只剩这一天了。然后他说真的吗？他说我想看看，因为他那天下午高雄要设佛堂，早上好像正常有活动，移到前一天，所以后学很确定我们今年27号的早上，那天是1月27的早上是空档的，因为那是后学刚听到，因为开刀会这个好处，可以知道经理的那个行踪，你知道吗？随时可以安插很多活动这样。然后完之后呢，他就想了2天，就跟他姐姐说，姐，我们家正要设佛堂吗？他姐说，对啊，以后一定要设佛堂，祖先才沾光。他说好吧，那就设吧。他急着傻眼说，你确定？你设佛堂吃素哦？他吃就吃啊，反正1小时说要设就要设啦、他就说设佛堂不是很好吗？就讲大堆，整个吓到。他说好，我再问经理，就我们经理去哦。我们经理很慈悲，因为他装潢都花很多钱。就点是真的，他的锐气很大。他知道这个人，他乐善故施，正常只要有需要，他就是会行功啊，包粽子啊、义卖等等，他都会。然后那个装潢花很大一笔钱，紧接着马上要动整个装潢圈，那笔钱大不大？大，所以经理是体恤他经理进去说，他说经理我可以设佛堂，说经理可以设啊，可是经理我佛像不想动经理说好，那你就3尊就这样摆。经理就要答应但是那个坛主很可爱，他补了一句话，可是经理那个叶讲师说不行其实这就是犯佛规矩，你知道吗？拿后学的话去顶经理的话，然后说因为那个叶讲师说上面要放弥勒祖师，那3尊要放中尊才行，经理就笑了，他说这样是最好的。经理的原因为什么会这样讲？当下经理不想给他压力，可是事实上我的讲师要协助经理，所以后学我帮经理先铺那个梗，铺那个路出来，铺完之后。然后他就说，经理说好，那回去我再看个时间，再来安排好了。然后他就补句他说，1小时说今年27号刚好同开，我那天来设台好不好？经理说你确定来得及吗？因为前后不到30天，他重新装潢，重新弄，全部重新弄过。30年，他说要弄就弄到很好，就那一天你知道，去他们家200多位，那天早上就30位求到，我们高雄那天也设过他56位求到，我们记那天很辛苦。南征北跑一整天，跑到经理整个就几乎是回到家就要躺平了。所以有时候这个就是一个契机，有没有？他从决定设盘到设盘不到30天，然后呢，全家就这样子吃素，因为家里设法是稳住好，就这样。因为更大的显化，他们家神明还 follow， 真的还 follow 给他看他就觉得好，就这样做，所以就设过他。所以这是因缘部分让大家分享后学到几分？9:10嘛。好，得天心得天助。后学跟大家分享，有一些众生可能没办法马上求到，他需要有善意的具足。所以后学跟大家分享说，其实有时候鼓励人家诵经是好事情，教自修的功课，可以给众生一个铺梗、铺路去引导。所以有时候后学要渡一个人，或许知道说，这个人是很好渡，他需要时间。后学开始跟他讲说，或许建议，因为这个情道很可爱他说他都遇鬼了。遇鬼知道吗？不胜其扰。我想哇，这遇鬼就很麻烦。可是讲求道部分，他又就诸多干扰。后学觉得说，那我不急，在你求道之前，一定要讲做功课。所以后学跟他介绍桃园名圣经，就开始讲这部经多殊胜，多殊胜，多殊胜。你诵的话有正气，怎样怎样，百邪不侵。他跟他介绍后学跟他讲一件事，后学边讲他边起鸡皮疙瘩。整个树下说他整个，他说哇，整个身体就热起来，他说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我们在讲说观世音路加持，感应到，因为你在呼请他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当场那本经后学送他，他刚好没电到，
好念，你时间到你就会来求道了。后来他就来求道开法会了，这样有没有觉得不可思议？其实读经其实很好。那有一次福德正神经有没有听过？后学有一次也很可爱，就是去那个土地公庙拜拜，后来发现那人家注印，你知道吗？纸箱大概有600-700本，我觉得哇这么多，然后后学就在拜拜完后就翻那个经，觉得很好。后学好的原因是因为福德正神叫大家不要再拜荤的，重点就在这里嘛，对不对？后学一看完整大都是拜那个肉啊什么，真的很可惜。后学就想说我一定要注意这本经，然后发给那些在拜土地公的，要跟他广结善缘，然后以后才有机会度他。或许想法是这样。然后想法起来，后学想说，你看这个500-600本不让发了，我浪费吗？后学跟土地公说，我拿你400本帮你发，好，你不要见怪，我不是拿去乱丢这样子。然后开始分发，找那朋友，你帮我发20本，你帮我发20本，你要找谁跟他讲，就这样子开始做这个动作去记。然后后学还蛮有梗的是，我们那土地公拜拜嘛，后学走过去，我们拜了中午不是有人坐旁边休息吗？只要拜会的，后学那本是放旁边人就走了。很好看，然后甚至回去跟自己老板说，我们有在拜土地公，这本经很重要，以后要拜树的，就叫他来看那本经，生意人一定要看这本经，就跟他讲完说，好了，听你以后拜树的，他也稍微看一遍，后来改拜树的，他的很震撼是后学有一次跟一个道亲在讲的过程，介绍这本经，说你要去推广，然后你要劝所有拜土地公的不要再杀生，在讲过程那一个人他吓到。他直接看到土地公或者直接从后学的门口进来，他整个这样傻了，他说：“我一定会帮你，我一定会帮你。”我说好，然后他就想到说：“真的哦，你们觉得不可思议？”所以其实人在讲的时候，天地之间都会助你，这是真的。包括老师托梦也是，有一次那个后学要渡的人就等，后学也不急，就是要慢慢沟通，就有一次他来找后学。他说：“他不认识后学，后学在观察他啦，因为可能到全家。他说：‘叶老师，你家拜济公吗？’我说：‘对呀、因为后学家的主神是济公，后学就奉一尊济公活佛，我们老师。’然后就说济公昨天托梦跟我讲说，他说他的梦境是济公老师说来拜我，来拜我，然后我不见了就出现你，他就直接找后学哦。他说这个梦境是什么？是不是要后学去你家拜你们家的那个？”后学家是不是佛塔嘛，对不对？那很明显是要渡他的，渡他全家嘛。后学说我们拜拜不一样哦，我们要怎样？要求道。一听到一关到，噼啪开始不接受，开始讲。然后后学开始慢慢跟他讲，讲完后学家来求道，你来开法会，他也看到仙佛。所以其实那个因缘是可以去怎样去做改变的，你知道吗？糟糕，时间到了。好，最后地中担待也是一种幸福，医化的时代阅历。最后跟大家分享就是。刚刚介绍到高雄，后学是录高雄的一批人，对不对？你知道他的起头是来自哪里吗？网络。后学99年那一年踏入脸书，后学就动了念头，我要渡人，所以后学这样观察他们在干嘛，然后观察他们在干嘛，后学就这样想，然后完之后呢，就有个前道来，因为就开始聊天，其实渡网络真的你要很小心，也是真的，所以其实要筛选很清楚，不然就造成自己困扰。所以这个部分真的要有一段时间的观察，不能贸然，因为后学是经验值过来，后学光靠脸书度了50-60个人，后学从求道到现在应该有快600人，对，所以后学就这样子，就有位那个高雄的叔兄，他就脸书密后学，就跟后学聊天，他说我有个问题问你，他说如果求道日期、地点啊什么的忘了，回得去吗？他就问这件事，后学说好好修就可以回去啊。他说如果我修不好嘞，他说因为他看过一本叫《三观九口》嘛，有没有？回去都要念什么三宝什么一大堆啦这些，他说怎么办？就讲很多争议，他说他回去问他们前佛行搬了，林老师不在什么一大堆，他就讲很多问题，他很困扰，他也很慌。然后我就说不然你要来我们崇德吗？好，我就跟你开口。他专程坐高铁来求道，再坐高铁回去。然后完之后开始。2-3个月就开始渡人什么的，然后去高雄，所以采了像2间加盘，然后下个月屏东又给加盘，就他们那一群人开始渡人，但是里面有很多的简化跟方法，现在时间没办法讲，这是跟大家分享。其实有时候那个愿力，你发到哪里，你会发现那个助力到哪里，要有想象的可能，这个非常重要时间到了，好，我们都是诸佛的千百亿化身，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跟大家分享。后学有一次也是在渡人。
或许要跟他强调，我们渡人真的是不要小看自己。我们都说有人讲你带天命呢，有没有听过？你带天命的、带令旗的，有没有听过这个？我们事实上每一个，当你在立院的同时，办事人员那个就叫天命，你知道吗？带天命，你知道吗？带令旗，其实你每个月历都是一把旗帜。所以不要小看你在渡人的当下，那是诸佛菩萨护持哦。所以或许也是在渡一个，刚好或许不认识他，是朋友带来的一个公庙的，就是寄生。或许其实没有一开始没有渡他们，只是他们在问事情，在聊什么学生事情聊，然后开始讲道理，讲到他开始打嗝，好打嗝就算了，或许觉得打嗝那是你的事情嘛，对不对？但或许心里想说，我在讲道理，你千万不要上来，这很麻烦。然后完之后，他就开始跟她老公窃窃私语，昏到窃窃私语。窃窃私语完后，他困到跟秦昊说：“要不要跟他讲？要不要跟这个老师讲？要不要跟这个老师？因为他或许叫老师。”然后他说：“好，可以讲，可以讲。”然后去想说讲什么，有什么不能讲？他说：“那个，要是我问你相不相信呢？”我说：“什么东西你讲啊？相不相信？你知道你后面跟3个，这样糟糕，烟切的跟3个，那完蛋，那赶快修，你知道吗？会去想说，可是他很镇定，因为我们渡人家怎么被人家说服的嘛？尤其是公庙讲话。他说：“你都没有闻到味道吗？”我说：“闻到什么味道？”他说：“酒味啊。”为什么闻到酒味？他就讲说济公，他说：“你知道吗？好奇怪，为什么你后面的3尊是济公、观世音菩萨跟3太子跟着你？”他说：“跟着你。”然后他说：“我说怎么可能？或许当场也是把他毁掉。”他说：“他开始讲哦，济公跟我说什么什么，你家里什么什么什么，这都准哦。”他说：“他跟我讲说，他要我转达你在渡人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有在跟的，这样懂意思吗？或许把这一句话跟大家讲，我们在成全众生的时候，仙佛也都会跟着我们。所以当我们到了一个家庭里面去，我们的所谓的佛光普照是真的。你不要小看你到了一个道亲的家里面，你是把诸佛菩萨请到他家里面，我们要不要去？懂的人会千方百计请讲师，你到我们家坐一下吧。只要你的动机是成全众生，而不是谈有的没有的哦。所以请记得，你的出发点、你的心态是很清楚的时候，仙佛是随着你过去助他一程，这样懂吗？所以我们是诸佛菩萨的化身。所以最后的结论是跟大家讲，我们不是个信徒，我们是一个时时觉察生命的白羊修士。记得我们不是信徒，信徒只是信仰，不会去觉察。所以如果我们是白羊天使，请大家记得把身上那个光照亮，黑暗中需要我们愿意展现。所以请我们将我们祖师的欢喜、老师的潇洒、古佛慈悲带入众生心海里面，这是我们要做的，这样懂吗？或许只跟大家分享，把这股无限传输感染自己，传达释他，好不好？那或许因为时间关系讲不完，或许先我慈悲赦罪。那再请我们讲师做补充，先过请前。好，大家请坐。后学第一次